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恁兜是毋是囡仔夏令营要结束，开始要开学啊？你敢知影学校老师大欠员？台湾即马老师大欠缺，招考44届老师无倒位找。那么想嘛知影是钱少委屈压榨亏，代志敢有遮简单处理过？也是还佫有其他大条的问题。今仔日4位当事者，甲1位老校长，咱的委员到底来讨论。来，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全国代理以及代课教师产业工会创会理事长黄尚贤。大家好，我是代理教师工会理事长黄尚贤。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是咱全国教师会的副理事长张庆峰。大家好，我是全国教师会副理事长张庆峰。最欢喜来这个节目。那么第三位是咱历史教师千金联名发言人，也是邦桥高中的历史老师黄慧珍。大家好，我是黄慧珍。那么第四位是罗岗国小家长杨敬文。大家好，我是一个国小囡仔的老爸，我叫做杨敬文。主持人你好。是。那么然后呢，刷来还佫有这个吴丽华立委呢，还在线顶小等这个进刷。那么首先，咱先来关心教育部今年8月份开始，全国代理教师会使按照年资来提悬薪水。这个好消息，马上随着台北市要真侪人要调去外县市的老师呢变多了，甚至有学校招考了45届，才请到代理老师。有民团认为，原因嘛甲薪水低、开销悬，想要回去故乡等等有关系。教育部自今年8月开始，全国代理教师会使照年资来提悬薪水，这是原本干那台北市才有的制度，今嘛变做要全台湾实行。民团认为，这嘛进一步提示最近3年请调外县市的正式老师和代理老师，都2129人次才侪，甚至有学校需要招考45届才请到代理老师。民团认为，人留袂调，除了薪水低、开销悬。嘛，跟多数代理老师想要登去故乡教册有关系。在学生的编制，比如说一般的一个人数方面去降低班级人数，或者是从学校的一些编制的部分去提升老师的一个，也就是他课可以上的比较少或等等的方式，去减轻这方面的一个压力。针对老人才的对策，教育局是回应讲，表现优秀的正式教师，根据公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奖励教师奖金计判要点，大学校有5派名额会当发奖金。教育局表示，未来除了增加奖励人数，嘛已经在讨论要甲代理教师加入奖励范围。就教师的员额5%提供奖励的部分，那已经要预计提高10%，113学年度起，公立高级中学每班的人数调降至34人，私立学校则为47人。另外，教育局嘛表示，为着要降低老师工课负担，目前已经有咧降低班级的人数。今来调薪水的部分，教育局讲会继续和教育部参详，希望透过无同方式，和教学第一线的老师，关于继续留伫台北教册。记者桂宗林、林撇凯台北报道。其实呢，睇到这新闻，互大家有一个概念。2023年开始，代理教师已经有12个月专薪，而且还佫有淡薄仔的这个年终奖金，是安怎佫欠遐济？这是什么原因？我先来请教咱黄老师。既然这个诱因已经提悬啊，应该大家下性命来啊，还是讲这是压榨亏，大家已经无爱做老师啊？就近景来比的话，即马有10个月薪水已经足好啊！今年开始，因为宪法定违判宣判阮违宪，无人资体恤是违宪，所以即马是调价来讲，已经比近景来足好啊。相对有较好。是，不过即马外口的薪水嘛，不过可以去便利商店，也是去餐饮业，伊的薪水
其实甲咱老师拢差不多。哦。啊，毋过阮老师的薪水拢无咧个提升安尼。无咧逐年咧提悬。嘿。所以大家算算讲，我今年虽然 OK， 咱明年甲人比可能就落一截。耶，而且阮代理教师是迄定期计划诶，老公每年若是无工课，嘛是有可能的代志。啊，为虾米我要去做这款工课来做代理教师？我去做迄便利商店店员的保证。老师，我先请教一下，若是一个菜鸟啊，吼，今年去做代理教师，教国校啊，差不多有偌侪钱？要看你有迄教师证，还是有教师证无？有教师证，差不多4万3、4万5，差不多。啊，若无教师证是要无要4万3万3万8。3万8、3万9，这个卡头啊，是差5、6千。啊，但是3万9、3万8去做这个便利超商的 cashier， 去做迄个欢迎光临这种的，嘛有差不多3万外4万吗？即马去迄我之前去看一兰拉面，伊的薪水正职是4万5。4万5。哦。但是迄真汤水啊，真油水啊，迄肉哦。毋过伊若去做，伊就会使继续去做落去。有累积。嘿，毋过代理教师是一档。啊！你今年你有啊？明年我可能。但是今年唔是讲，我有听老师讲过，讲就是因为今年大开放，哦，正式的教师大家哦，因样样来做正式教师，这嘛是一个诱因吗？是，毋过但是就是安尼啊，所以以前考足久的老师有足侪人。伊嘛放弃去做老师，去做去卖厝啊，去卖面啊，或家己开店啊，拢有足侪。有已经足久无开正式课，所以这群人已经无去啊。啊，有一群人考去迄正式老师啊，啊已经无人要去报即卖的代理教师，所以问题是这生态大乱就对了。是，因进前的条件伤歹，所以导致都是这群人都。这生态乱去吼，我先来问这片组，咱即摆这个线顶吼，咱的这个时代的负责，咱的这个吴丽华委员，你是老校长吼，尤其恁过去伫屏东吼，你甲咱讲看卖，这是自古盘古开天以来就有现象，还是这2档搁较严重？应该是这样说哈。就是长期以来，偏乡的老师本来他的代课老师比例哈，大概是低的话大概至少2成，高的有的学校是高达5成。那这个跟全国的代课老师的一个平均15% 哈来讲，其实是高出很多。那第二个哈，它的困难除了大部分的老师就是需要聘代课老师之外呢，那还有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在这个代课老师当中，其实他也没有办法说一定要来聘用有教师证的老师，就是有就好了。所以以至于呢，这个没有教师证的代理教师在偏乡高达将近快7成，大概是6成到7成之间。所以这个困境就是有3种，第一种找不到老师。那第二种真的要找的话，就是没有证照的教师证的这些代理教师，所以这个就是凸显着说，其实偏乡的师资要招聘非常的困难，更何况是正式的师资。所以呢，这些年其实教育部国教署我们也一直期待说，用什么方法能够让教师补足。那只不过是说，有时候我们最希望的方法，例如像过去在推动偏乡教育条例的时候，我们为了稳定我们偏乡教师的资源，不要年年这么难招，我们其实是有希望说，在地的老师，在地的培育，然后呢，在地的长久的任期。但是目前这样的一个想法还没有被普遍的接受，可是我们却看到
这个现象是一年比一年还要恶化哦，所以呢，这个已经影响到我们学生的受教权，已经非常的严重。所以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就如何给偏乡优质的、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教师来源，那真的是必须要透过教育的一些特别的政策来处理哦，就是提高诱因。因为过去大家想的就是说啊，9任奖金呐，大家想的是说啊，把教师宿舍弄好一点呐，但是显然这样的诱因还不够。那如何让在地的人才？在地的能够去培育他，然后让他在地的在地方服务，我想这个才是比较永续安定的办法。委员，因为我知影你时间有限吼，我甲你问上后尾一个问题吼，就是讲，你讲咱找方法，咱过去拢知影讲啊，咱钱甲摕较悬的吼，啊宿舍甲创较好，但事实上吼，我会感觉，因为我伫部落内面啊，住过2、3冬。啊嘛教过册，嘛知，迄差虽然差20、30冬进前啊，不过我的感觉是，伊即来教册的人大多数吼，甲地方啊拢无关联，是无发生关系，无地方创生啦，吼。伊上好的方式是，伊甲在地的人结婚安尼吼，伊就定金伫遐，但是这毋是讲每一个人拢会当的，敢有想过有足？嘿。对。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那个就是重点，因为我们很希望说有没有办法针对一些偏远地区，我们找到在地的这一些青年人才，或者是已经9任的这些代理教师，那他既然假设他都已经在偏乡学校，他代理8年、10年了。那为什么我们不要让这些老师有一个管道，可以让他取得正式的教师资格？但是大家会很纳闷说，为什么这样的想法这么长久以来没有办法被落实？那就是有一种精英本位的这些想法，因为大家总会觉得说，哎呦，怎么可以呢？怎么可以有另外的管道可以让这些在地的老师或在地的人才或在地长久任的这些代理教师，还有为什么可以透过不一样的管道让他们能够去转正成为正式教师？其实这个长久以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两派的想法，所以呢一直没有办法做成我们的教育政策。感谢这个委员吼，来8天来上咱的节目吼。因为委员的这个理甲想法吼，会当提供咱，尤其吼，毋那是偏乡，即马吼发生的代志是都会地区啊，嘛是共款，会当来做一下参考，大家共同来思考。感谢委员，感谢，好，感谢。下来咱要请吼张老师吼，你头仔听到吴委员吼，你讲到因偏乡啊，但是即马发生的毋那是偏乡哦，即马是都会所在，嘛有吼。这大生态圈吼，甲小生态圈内面的差别，即湘北市的人吼，想要回去故乡，吼，要服务，但是呢，新的人佫无爱补，因为感觉讲，你即马即个做即个公立的老师，即马也无迄个艺退休，我甲做别项工课拢共款，这个问题看起来呢，坎坷切的，是要安怎解决的？其实阮全高中吼，进前的已经有讲过，警告过政府啊吼。如果政府也是继续用安尼对老师，不管是待遇啊，还是讲我的工作的环境，还是拢无提升的话，绝对有可能吼，造成即马的状况吼。但咱即马嘛看到啊吼，为什么足侪老师像我是算是中生代啊，差不多40、50岁啊。毋过我即摆有看到30几岁哦，可能30岁哦，嘛算是做少年老师，因宁愿未来这已经是做正式老师啊，嘛做4、5档啊，因无爱做，伊就辞职啊。啊，无就是像我是师大毕业，无爱做的原因是啥？对，我等下拢会讲哈。啊，像阮师大的我的学弟妹哈，伊嘛即马有差不多嘛4、5成，嘛无要做老师啊，伊考掉师大，毋过伊无一定要做老师，伊去做别个头路。好，为什么做成安尼呢？其实有足侪原因哦。第一个就是工作待遇啦，甲我主持人有讲到，就是退休金。
阮退休金自从111年吼8月以后，未来的老师吼甲公务人员，即摆退休金甲以前无共款。阮以前就是讲我会当领到我死啊吼。啊，毋过的即摆未来的甲劳工是共款的，拢是个人嘿，拢是个人账户。你家己提拨偌济？对啊，你提拨偌济就偌济吼。咱迄个提拨的，而且迄提拨是本来你的薪水内面提拨。对。甲以早讲，我即条薪水、即块肉，无可能佮甲我挂，我另外还有月退休，无共款。其实安尼讲嘛无啥对。阮诶，像我即马吼，我领我是算是旧诶，嘿。我旧制其实我诶退休金嘛是为我诶薪水来去提拨出来诶，对。啊，阮提拨诶其实阮诶费率是算悬哦，无讲介低，吼。啊，所以毋是讲政府，干那政府互阮，其实阮诶退休金嘛是为我家己来，嘿，我嘛是家己拨吼。啊，毋过我即马我其实有咧算吼，算讲就甲我讲诶，新进诶老师吼领4万外。你也去看吼，新进的老师未来哦，伊也是要缴伊的公保，吼，甲伊的退休的钱吼，伊的薪水其实是拍8、7折。哇！8、7折，佮无算健保哦，减13%了对啊。对，啊，毋过如果健保差不多差不多15%去啊，15%就去啊。嘿，所以为什么甲我讲，新进的老师无学未来？第一个，就是薪水真诶收低啊。我佮有去看咧。贵起来再使Uber。对，Uber 个薪水更较悬，像保全啊，一般的保全可能4万外块，可能都比阮老师的薪水高。那较拍拼大夜班。嘿，迄就愈侪5万外，拢有可能哦。啊，毋过阮老师毋是讲干那上课8点钟安尼啊，其实阮知影有做侪，像我做行政我嘛是爱留落来加班，我会知影可能6、7点我都爱到啊。啊，毋过阮行政也无遮尔济，我可能做到7、8点，我拢还袂走。阮阁有同事做到凌晨1点。老师，你是叫熬的还是？无是，真个业务真个收济，真个是业务收济，无甲你骗。我有算过，像阮迄个教学组啊，阮要安讲教学组长，嘿，教学组对。所以你行政你无寒暑假呢哦？我无寒暑假，对，我无寒暑假。啊，你做心生，安尼加级要偌济？我做主任啦，我主任加级是7500。啊，毋过做导师加级是3000。7500。嘿，对。啊，你若一工差不多加班差不多3点钟，因为你无加班费嘛。无。对不对？无加班费。哦，你若一工加班3点钟，人伊若是去使 Uber， 还是去做迄个小七，啊，佫有加班费，佫大夜班，佫 double。对。哦，啊，这加7500安尼。我是主任哦，也是组长较4000外块，所以。啊，我若组长不爱做，我来做导师。无一定你爱看，因为学校吼，你爱做的职位就是代志就遮尔济啦，大家就爱开始分啊。就是看说，有的可能，当然嘛有讲，有的少年的来，你就去做行政。啊，毋过迄嘛无一定哦，像各立的高中，吼，有做侪高中我嘛知影，有的学校因的行政是足稳定的。无一定会叫新的人来做，吼，这每一个学校是无共款。啊，毋过咱知影就是遮尔侪行政的代志，吼，啊，毋过伊的加级遮尔少，所以嘛是这种推力啦，然后就无想要做。啊，导师嘛无好做，咱嘛知影即摆导师伊管囡仔，啊，家长，对，有当时啊，我其实以前我嘛做导师，吼，我即摆同事嘛是安尼，凌晨不是凌晨，下暗8、9点。有当时也传来啊，叮叮咚咚，会甲阮讲，有学生的家长你问，啥物代志的，伊嘛是8、9点嘛是爱伫加班，就是爱回家长的问题。所以其实老师的工课时间是足久的，啊，保全嘛共款啦。啊，毋过你看新进的老师薪水就比保全更较低，所以台务就是每一个月领的钱是无够，就是足低啦。啊，月退咧。甲我有讲啊，阮以前可能是讲啊，我的月退的金额，吼，对，阮的台务较好一点。其实阮提拨嘛做替代率差偌济，你算看。你讲什么？替代率啦，替代率。替代率。就是讲你即摆领偌济，啊，你退休了，然后拍几折啊？好，我简单来讲一下吼，年改以后吼，阮以我30档啊，吼，假设我30档退休吼，我差不多我的替代率是差不多54%，嘿，拍对折咯。啊，毋过我是用本俸啊，哦，嘿，假设如果我是
我是硕士硕士系毕业的话，我成于本俸的话，我一个月差不多嘛是5万外块，无5万出头安尼。哇！嘿，就是退休，因为我即摆是旧者，啊，毋过薪水就毋是啊，薪水就是你的户头内底钱领了就无啊，就无啊，对，领打就无啊，领打就无啊，所以这跟劳工是共款嘛。哇！啊，薪水。无怪啊，就安尼就下课啊，对，所以做侪少年啊，因为即摆像科技业，伊的薪水遮尔悬，尤其包括进前教育部一直讲自然科的老师做歹请嘛，物理啊、数学啊、化学啊，迄拢歹请，因为伊拢去科技业去啊，因的薪水足悬啊，6、7万、7、8万。然后做侪像阮师大的学生嘛，做侪职工的迄因拢去，然后去遐因薪水就是7、8万坐一档。然后第一档年薪的破8万啊！对，伊去做补习班老师嘛较赢。嘛是赢对，所以政府伊也是一直用安尼的待遇，其实老师新血是袂入来的。那麦克讲咱的工作咱的环境吼，大家即马嘛知影嘛，就是校事会议啊，一直用刑法哦，毋是一般的法，是刑法，就讲你老师对刑法来，就是来审判老师。例如讲你伤害罪啊，好，然后或者是什么一堆啦，就是那种都是刑法的。做者老师其实伫迄个过程内底，也感觉讲为什么我做一个头路？无尊严。对，哎呀，安尼减税，就是安尼。心嘛委屈，爱钱也无够位。对，所以甲我有讲，我有一个做者做少年的老师，可能他20几岁、30痛头安尼老师，为什么要走？因为感觉这个环境已经无好啊，伊做愈侪。愈去互人检讨。煞来，我要请吴老师吼，吴老师嘛做有上无嘛20档哦。25档。25档吼，你敢有观察到吼？譬如讲恁棒球高中，老师请袂来。阮学校因为上都市的学校，叫阮这问题较少。啊，毋过我有观较早做一个问题，拄则2位老师讲到，其实真简单的原因就是，即摆网络上的少年讲啊，你互金蕉就请着狗仔嘛，你即摆金蕉就烂去啊，含狗仔就无爱来啊，迄就是即摆的现况。咱讲用薪水待遇来看。啊，另外佫一个我家己当年来，我嘛介绍毕业生学生啊，即摆你可能国中啊、国校啊，甚至你高中教册嘿。啊，有一个我感觉是教育界内面家己无爱问题的问题，就是讲，就是无错。咱即摆做教师吼，做老师是一个压榨的课。另外有家长要投诉咧，校事会要甲你对付吼 ，OK。另外呢，佫有像阮高中有介一个叫做讲选修课，简单讲就是无课本的，你还去无中生有生出一门课来，啊，佮个趣味。好，啊，即摆这早开啥物人做？少年新入来做。代理教师、新进老师做，嘿，伊向凹啊！其实咱若真正认真来讲，我算资深的老师，真正来讲，迄叫做职场霸凌啊！我想迄个嘿黄香仙理事长伊也做清楚，代理教师吼去凹去做什么？嘿，拢是上啊！毋过你看，若平常的公司、一般的民间的企业，干嘛安尼做？无，咱会惊讲迄少年来走去嘛？啊，咱甲栽培都无效啊！袂啊！啊，这教育界代理教师，我就是咧后一档。所以这当我有一个新的来，我就迄选修课拢叫伊去，什么教学演示叫伊去，好，新教嘿，像迄什么协助行政对吧？互你减2个钟点，叫你做4个钟点的代志，非得我一当就熬了啊，好，啊你爱来，啊无爱就退，啊有感觉讲我有介济来出来，所以即摆咱讲找袂到老师的，比如讲台北市遮多，我就要问台北市的。正式的教师，像我这款资深的老师，恁拢创啥？恁学校一定找无人代理教师啊！啊，恁即马要安怎解决问题？我讲抱怨大家拢会晓。你若要问教师工会吼，问我算一个小小的一个教师的团体吼，大家拢会当抱怨做者啊问抱怨完了，大家拢会当骂啦，骂了啊，要安怎改善？对，比如讲咱加薪水，加到偌济才有够。比如讲，我即马讲，我文科的哦吼，其实阮的毕业生感觉一个月来做老师吼，比如历史系毕业的，感觉4、5万会当接受，吼，因为伊伫伊若要学以致用吼 ，OK， 我想要创业的，感觉会使。啊，那物理系的就无啊，对无？伊会当去台积电，伊会当，而且若个真好的学校，对无？比如讲伊台清大的，对无？伊就看袂着眼啦。
啊，即马咱教师敢爱分级，历史老师摕较少，因为你较无就业机会。啊，你物理老师摕较济，安尼敢会使？嘿，我就感觉即马教育部都爱来面对即个问题啊，一定是愈来愈严重。啊，讲实在，咱即马企业科技业发展了真好，对无？啊，你用钱来捞人才嘛，对无？啊，你系嘛？教育部嘛会使讲，不要紧，我着迄物理系毕业吼，破啊，懒的，会当教就好啊，我毋免介优秀的，我要较选迄成绩无遐好的物理系的，就是台积电景村的我来竞。教育局敢安尼做，这嘛是一款解决方式哦。也就是嘛就是讲，你爱全盘来检讨，毋是干那钱项的问题，毋是干那工作人员的问题，毋是干那学校内面老会欺负少年的这款的问题，你爱甲做伙做一回来看，包括拄则吴立我伊讲的偏乡的问题。偏乡一定是一个问题。咱我少年吼，我会当奉献热血2、3当。但我若结婚生囝，我敢免顾虑阮后生查某囝未来的前途无？我咧偏乡，我伊的教育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拢较少的时阵，我来偏乡奉献心血，我甲我后代甲陪落去，会双人才会伟大。所以这是我若教育部长，我听你讲，我莫搁讲落去啊。足头疼对无？啊，毋过教育是国家的一根本。所以你若要做部长，你就要全盘系统性的来处理这个问题，毋是欠钱加钱，欠人加人，啊，则像咱补马路共款，则补一空遐补一空遐补一空，看起来咱嘛车会当行，啊，毋过教育的问题，10年了，10年以后才会出问题啊，20年后才会出问题啊。我看毋是10年以后，我互迄个幼上吼，恁小朋友即摆是读国小嘛？嘿，读国小。你听到老师3位老师安尼讲，你敢会担讲？我送囡仔去学校，我就毋知影讲老师内面安尼问题遮济。啊，我平是买一碗牛肉面来食，我嘛毋知影后面厨房出了什么灶骹出了什么代志的，有啥？我是拄啊好，甲普通的家长佫有淡薄仔无啥共款啦。是，因为我迄个囡仔国小4年的，迄落过国小4年的啦。但是伊是一个迄落旱冰的囡仔，特殊学生，伊毋过即摆因为学校推行的是融合教育嘛，所以伊无去特教班，伊嘛是伫咧普通班内底。学校内面。嘿，啊，我佫较无共款的是，我入去学校陪伊啦，我算伊的助理员啦。伴读啦，嘿。啊，拄啊头前的迄个来宾有讲到Uber司机的薪水比老师较济对无？啊，我拄好是Uber司机啦，是，所以我会当甲你作证，Uber司机的薪水无比老师较济啦，为什么呢？那伫湘北内底啦，Uber司机的时薪差不多4、500块啦，4、500块，啊，但是你逐工做较有啊，过来做啦，啊，老师盖无的，起跳的休8工啊嘛，所以Uber司机的薪水无比老师较济啦，啊，但是敢有较自由有啦，有较自由，啊，嘛免迄落看人的目色嘛，对，啊，所以吼，我是因为有陪囡仔去校内底，所以老师的问题吼，我加减嘛是有看到啦，为啥你家己感觉学校的老师即摆这种问题会去影响到教学的现场无？会啊，所以你看我若个家长，我嘛是有个家长咧开讲有无？啊，阮迄个囡仔，因为即摆老师毋是爱两当一任。5年啊、6年啊、1年啊、2年啊，拢共一个老师嘛。啊，伊迄个囡仔5年啊，5年啊就换老师啊，伊就来抱怨嘛。老师较毋是爱2当拢共一个老师，是啊，1当就无去啊。啊，阮囝嘛有拄着啊，因为伊有几个伊个国语、数学爱去特教班资源班上课。就爱特教老师啊，啊，特教老师就拄着。迄叫做啥？伊毋是正式老师，代理教师。所以一当就换人啊，所以即摆4年啊，休落过就搁换人啊。安尼影响到恁囡仔学习的这进度袂？进度当然是袂影响啦，因为逐个老师拢有伊的你甲看安尼学习敢有差别？有啊，当然有。为什么呢？因为我囡仔拄好是特殊生啊。
若拢卖换老师就上好个呀，迄老师一定习惯，一定习惯伊个，要安甲带啊。啊，即马来个换老师，第一个顶开始啦，第一个来重新熟悉即个囡仔嘛。路上你的例虽然是较极端吼，但是咱就会当疗伤会到。那么一般的即个学生。你上课时阵，若是拄着老师，有咯，咱细汉时阵呢，即个老师较缘投，咱就会缀伊安尼较有路，啊无就是讲啊，对咱啊较高正的，咱就会缀伊较行，啊有诶较，咱咧讲吼，频道较调的吼，咱就会较有，所以老师拢有即溜溜啊即种差别咯。但是我要问一项就是讲，你学校内面，你敢有法度讲？你来经老师啊，一定是无法度嘛，一定是无法度嘛。那么学校若是拄着这种教学现场的代志的时阵，有人会出手来做改善，还是讲无？这学期就安尼啊啦，咱下学期再想办法，敢是安尼？对啊，所以你拄啊比喻啊真好。咱若去食600块的牛肉面，迄碗牛肉面的品质是固定的，啊，但是老师是领共款的薪水，但是你拄着啥物老师煞无固定，嘿，啊！你知家长就跋杯有无？大家就伫遐烦恼，哇！大家嘛想要拄着较认真的、较好的老师，嘿啊！啊，实际上一个校内底一样米饲百样人，老师嘛是共款，有的较认真，有的较无认真，还是讲有的家长较喜爱，有的家长较无喜爱，啊，要安怎？无法度拣啊！嘿，啊，你讲现实上家长会安怎处理哦？有的人会先转学啊，搁转入来，安尼就无共老师啊。用这步。啊，有的人若较有力的，就真正去找议员啊，就去撬。系啊。哇，这真麻烦。煞来吼，因为我知影黄老师吼有准备一寡手帮吼，要互大家来了解讲代理教师吼。面对什么情形，啊，恁的呼吁是什么？来请。我即摆想补充一点是，即摆欠的老师是自然老师较侪，过来是特教老师嘛足欠的，过辅导老师。阮甲美国会共款，是科技的较发展较好，所以阮的自然领域的人才拢为拢流失去。啊，但毋过拄则有讲毋对一件代志，阮老师的。时薪啊，即马讲啊，Uber 司机是400块500，歹势，阮国小老师是336块，啊，高中老师是420块，然后这大家来比惨的。就啊，即马阮基本工资已经起差不多187倍，啊，阮教师的钟点费拢无去，我已经甲政府讲，这要起迄。钟点费要起，我花足久。我甲你反映一下，就是讲，咱即卖基本工资已经起了87%，187%，187%是加87%啦，吼。但是恁咱原地不动。嘿，是加5%，啊，加5%。400变420，嘿，400变420，对，加20块当啊变2罐养乐多。咱也无讲代课的老师，代理还阁有专心，代课我一礼拜读教10节。爱来2届，吼，爱来去学校2届，吼，啊，一个月16000块，比上加的基本工资更较低，啥物人要来？哦，这第一就是安尼，应该就变做大家学费爱加，爱加学费吗？还是讲咱的教育支出的问题？我是刚刚国家应该去正视这个问题啊，像是刚刚黄老师讲到的所谓的代课教师，就是他是有点像是 part time， 就是有几节课他就来几节，对，嘿啊，再来就是代理教师，然后这是正式教师。在我们的职业风险来说的话，代课教师的职业风险最高，没课就是没钱，代理教师明年就是没有，所以在国外来说，他的薪资应该是呈现这样的，就是风险越高，他的所谓的不派遣的员工的薪水应该是最高的。可是，在我们台湾，它是颠倒性的，代课教师最低，代理教师，代理正式教师。所以，我们工会其实一直在讲，就是代理教师的薪资，因为我是1年1聘，我没有像刚刚老师说的退休金，我其实应该要高过于正式教师，这是我们一直在提倡的。那再来。为什么？咱先停在这，你的意思就是讲，因为需求方是恁，是啊，啊，我是来互你派遣的，
吼，我一年一聘，啊，我的风险较悬，啊，你买落来歪落太，是。应该是这个情形。是按薪水，它的所谓的定期契约跟不定期契约，定期契约的薪水是应该高过于不定期契约，它是没有职业保障的，所以它的薪水其实是代理教师的薪水应该是要高于正式教师，应该要朝向这个方向去做努力，因为在少子化的状况，现在缺老师哦，可是不知道10年、20年，是在少子化的状况下。这个现况会存在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可是不能一直用这样子所谓的定期契约去滥用这些老师们的所谓的工作职涯。他讲真的，国家用代理教师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雇主。我今年叫你来，我明年叫你走，我不用付任何的成本、资遣费。国家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聘用老师。李署长，你敢有想过一个方式，就是讲，不管是因为这在过去资本主义的社会内面吼，各种职业内面有工会，那么工会会当组织公司，吼，由这个公司来出面来做谈判，甲这个教育当局来谈判，讲我即马手头有200人，吼，我甲你来拍下眼，你若不爱食，阮就规拢罢工，吼，我有这个罢工权，而且我有当甲你议价，因为恁即马无议价，嘛无议价工具。哦，所以你跟他讲啊，尔，我会当甲你预测讲，你这讲一支长长，哦啊，因要处理的代志还佫足济咧，可能会上后尾才换着你哦。是，像法国跟美国，他们都有罢工啊，我们台湾的工会是被禁止罢工。教师工会被当罢工。教师工会有被禁止罢工。因为咱细汉时阵读的三民主义啦，对，哦，讲军人甲老师甲拢无公务人员，公务人员无罢工的权利。这我是觉得看可不可以跟全教总们一起合作，然后我们一起来，刁老师，你按照看法？我感觉无罢工权这个代志，对工会的发展是真的最严重的影响哈。因为对工会来讲啦，罢工是真的要互资方妥协一个最重要的手段。啊，毋过台湾其实咱的教师工会是挺严格的，嘿，这个是确实哈。但是我这边嘛是来讲一下哈，就如同刚刚黄理事长伊讲的哈，用代理教师来一直做一个登记的一个替代人力哈，这确实是教育部节奏不负责任的一个做法哈。我是感觉，因为之前我一直甲教育部讲吼，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课出来？有足侪问题哦。第一个是，其实代理老师会出来有一个伊的来源，吼，有一个是因为阮老师，阮要做行政，像我是主任，其实我本来爱上一礼拜我爱上16节课，啊，毋过因为我是主任的关系，所以我就免上课，我就爱去专心的做行政。浪胖16节，就爱请一个代理老师。是代理，不是代课，因为我是行政，吼，这是用员额来的，也在请代理老师。那也不爱请专职的行政。对，所以我就一直感觉讲，一直甲政府讲，其实行政应该要找专职的人来做，不是叫阮老师来去兼。所以像我是总务，我就爱看工程，对，我爱去用迄，啊，毋过其实我是学历史的呢。对，所以你就知影讲，叫阮这老师来去，阮专业的代志，无爱叫阮做。去学另外一个专业。原来我食的即碗牛肉面，迄牛肉是罐头的。对。所以我一直呼吁吼，甲政府讲吼，恁应该这行政应该要找专职的公务人员来做，唔是叫阮老师来兼吼。啊，因为即马就是安尼嘛，所以产生就是有课，就爱变成去请代理老师来做。所以这个8%，这个8%，伊的来源是因为有算过吼，行政。搁加导师，阮导师呢一个礼拜我做导师，我资料会当领3000块，迄个津贴系加级之外，我搁有4节课会当减，啊，我桃园是减5节课，所以减出来的这个课，各位人来来读哦。啊，毋过即摆就一个问题，就是讲哦，其实阮有一个叫做员额编制啊，每一个学校吼，一个国小、国中、高中吼，伊的员额编制是无共的。伊就是讲，阮的正式的员额，即个老师的员额一定爱依照法律的规定吼。国小呢是一班1.65，
啊，高中是对，有一个比例，啊，高中是2.25，吼，啊，高中呢，就是看你的科别无共是2到3，吼，一个班。啊，毋过因为即马代志伤济啊，行政代志伤济啊，而且考试吼会把疫苗，对，所以就变有足济，还要备课，对，所以就变个有足济课出来。啊，问题是搁互即个员额限制掉的，所以呢，有的会当请代理，啊，有的就变代课。所以会造成这个问题，代理代课为什么这么多？其实来源拢是因为政府想要升级办教育，完全是因为这个问题。所以我开始讲第一个行政的业务要减，甚至要请专职的行政人力。糖已经列出来了。第二，其实这个问题为足侪当中拢有讲啊，啊，毋过政府拢无，伊就是想讲啊，你也讲欠钱啊，我互你一点仔钱，所以甲我有讲协助行政嘛，做到要死，互你2节课减，啊，讲好啦，我互你减嘛，吼，啊，你会当莫阁讲话啊。老师，你敢有做行政？无，嘿，我即马无做行政，你以前有做过无？我较早上头去来入公立学校时，即马差不多拢来做行政。老师他排名做总务。无总务唔敢还要有钱，啊，毋过我捌做过什么这个事务组长，嘿，啊，我即马我讲一个例，比如讲职务加级，你找老的做，甲找少年做，钱无共款哦。啊，毋过我一定找新情啊，我一定找少年的。因为少年年资较低，好使啊，好用好使好用好教啊，好啊，个钱个俗，对啊，钱个俗，嘿，所以无错，对只长理事长只讲的，就是问题，就是咱政府爱用上省的钱来办教育，比如我甲讲老师的退休金，咱若一般的劳工嘿，伊的退休金的提拨的比例，伊的头家爱付7成，劳工付3成。阮做老师的，我付3成5，教育部付6成5。阮的教育部是阮的教育部，顶讲是阮做老师，公立老师来大头家。阮迄一个是惯老板呢，歹头家呢。伊看起来做好个，因为国家的预算较济嘛。其实伊比民间的企业主头家搁较当算呢。我付3成5，伊付6成5。啊，其实。对老师来，啊，不过大家都讲啊，阮老师的待遇真好。不过阮老师起薪较悬，嘛，交出来退休金的比例，嘛，阮开始一入行，阮交的钱都比一般的劳工较悬。而且阮一角钱都袂使请。迄阵时就大家就想讲，啊，你有寒暑假啊，一年休3个月啊。对，嘿，所以即马。所以我过来讲，即马是啊，拄则咧，咱主持人讲的，碰到这个问题，教育部长爱做头疼，伊应该爱头疼，因为这是足久以来累积出来的一个大系统性的问题，佮有社会的变迁，较是有影，全世界拢欠老师。比如讲法国、欧洲，即比咱较先进的国家，哎嘛，开始咱即卖囡仔，可是较是女民主的社会，较囡仔较歹教，家长嘛较歹剃头。啊，我就讲，对，你即咱的现况就是安尼，咱抱完了后，爱安怎做解决？啊，我感觉上重要个改善的环境，毋是钱，互你，我嘛互你10万，嘛是爱互家长过，嘛是爱遐囡仔遐咧请病的时阵，嘛是无人要做。所以第一很重要是改善你咧教学咧，甲咱学校内面的环境。比如讲，拄则一个处长讲，阮即马变是管34个，私立学校47个。私立学校47个是安那还阁有人教？公立学校34个人，大家哀叫是啥物货？私立学校伊提供的老师多劳多得。私立学校，阮有同事按私立学校来讲，一个月12万变7万啊，我要好啊！无啊，咱坦白讲哦，私立学校吼，较亲像一般的这商业环境。对哦，较像我若欠员吼，对，来，我欠一个老师啊吼，这16节课啊，大家4个人分的来，啊，不过伊加上个嘛是有加班。所以我毋是讲私立学校较好，啊，毋过私立学校像私人企业共款是安那，有一个 KPI。公立学校像拄则咱家长讲的，咱的 KPI 不明显。讲实在，会当混的老师真正有哦，啊，毋过还校长就无法度。
咱来求爷告奶奶，希望无出代志。车行车袂走。对，车行车袂走，主任嘛无法度，卖工作，迄做少年的组长嘛，校长嘛无法度，这会当改善无？有啥物机制，对无？所以我拄则讲诶，所有教师团体拢足惊老师分级，啊，毋过家长就知影老师有分级啊。老师有真认真像主任安尼啊，搁爱做，搁爱做行政，搁爱教册，拢搁甲做好诶，嘛有迄真正扑了了啊，定出问题。这教育部爱面对这代志，安尼啊，每一道拢有一款害群之马啦。啊，毋过咱来解决到什么程度，互大家来互大家来有信心。但是老师讲到这吼，因为我知影真济，譬如讲高等教育是国立的吼。对。那除了这个中等学校内面有国立的以外，其实拢是地方用办事项哦。对。地方的教育局，这是主管机关哦。对，没错。虽然是法令上都是中央的，但是地方的这督察啊，还是安怎这教育体系，我这项代志我来请教佑上哦。你所读的是新北市，哦，咱新北市即摆教育现场，你所观察的。老师，卖讲恁囝读的学校啦吼，你一般的观察，老师恁的家长对老师的印象，即摆老师的品质是安怎？还是讲一般的愿望是啥物？讲愿望讲多联络啦，还是讲应该要有分级啦？啊，老师的品质咱提升啊，或者是讲你逐工有当看到讲啊，阮这个囡仔安怎，爱咪咪真真，爱加强啥物代志？这吼，我问主持人一个问题啦吼，阮所教的学费够共款，有啊，大家拢共款嘛，对无？啊，咱即马若去食600块的牛肉面，你敢会甲要求品质？还是你去食30块的卤肉饭，你甲要求的品质会共款吗？当然无共。无共嘛，对无？30块的卤肉饭若歹食，咱就偏啊懵的，后倒莫来啊。系啊，啊，即马问题，咱交的学费共款啊，所以你要求老师，你会甲足甲要求吗？袂嘛，因为咱也无缴偌济钱啊。吼啊，因为家长嘛是800款啊，有的人是做工课，感觉家囡仔等去校，甲等去安亲班共款。吼啊，学校交这钱嘛，安亲班佫交较济钱呢。所以伊会要求伊去因囝去安亲班来创啥？迄倒来，迄作业倒爱写完，写无完。迄个安亲班老师就失职嘛，伊就感觉伊失职啊。哦，有诶咪咪唧唧在门口口就甲伊斗掉，讲哦，恁囝这无写安尼。系啊，啊，但是伊对校的老师伊敢会要求较济，袂啦，嘿，袂。这人的心态。嘿，得去，若有平平安安倒来，安尼就好啊。所以我是感觉老师歹做啦，因为吼，老师我看到的啦，逐工拢伫校做包青天啦，因为即个甲迄个斗，啊，老师就爱处理嘛，就爱破案啦。啊，毋过老师一个尔。啊，一班届这拢20几个，伤济啦！我是讲囡仔伤济。对，所以我感觉一个真重要的关键就是爱降低班级人数。啊，毋过咱即马拢是照讲，本来就少子化，以36个变34个，迄毋是政策，迄是自然现象。伊爱有把它啦34个变成20个，迄才叫做政策。迄只就叫做政策，啊，毋过咱即马地方政府，我即摆在欠老师啊，你讲哪跳班？所以我即马来讲，比如讲，咱即马地方政府就按照财政收支划分法，地方政府明年的钱变济哦。我嘛是新北市的，我即马来看咱的侯市长，伊是要甲欢乐耶诞城变得更盛大邮票，还是伊甲教育办得好，让老师安定，学校安定，然后家长安定靠票，明显是头一站嘛。我即摆咧看伊钱会看个大家看阮的老师啊教育形象嘛，大家拢讲足好听的，穷不能穷孩子，对，省不能省教育，其实的状况拢是拄好颠倒变。讲好听话尔，因为办教育办无好，办好的时阵，大家拢感觉应该，就像老师做好拢应该，一项代志无做好，你互更加死。嘿啊，所以这是问题之所在，咱社会环境无来改，所以我讲，咱即马欠老师，毋是原因，是结果。来，右上互你补充者。好，我补充者，就是吼，若是我啦，若是我是一个家长的愿望吼，我是感觉学校一班10几个就好。哦，也是讲一班爱有，你若是20几个，爱有2个老师，啊，你就解决迄流浪老师的问题啊。
吼啊，第二，我读高中的时阵，就安尼算起来差不多20-30档啦。我高中的时阵，迄 Apple 电脑出第一台啦。迄你要拍啥物指令，拢爱写程式，较有法度。啊，即摆是滑鼠安尼刷刷的就有嘛。安尼经过，就是科技的变化，差不多30档啦。吼，迄当时绝对无法度想到今仔日的变化遮尔紧。是。嘿，啊，我的意思是，教育部长，哦，伊是咱的大董事长啦。伊若真正即件代志有要处理，我是感觉伊免头尾咧烧啦。因为伊只是爱发落，甲代志发落好处理，啊，要安怎发落？大家讲的遐侪问题，伊只要去册顶悬，还是去 FB 顶悬问问的，绝对比咱拄我讲的较侪。啊，有真心要解决无？吼，啊，佮第二，咱即摆是多元的社会，囡仔一定毋是干那送去校教册一条路尔呢，嘛有人伫外口咧自学啊，吼。啊，我是感觉咱来比照外国啦，啥物意思？即马是咱为虾米缴遐尔少的学费？是因为政府补助大部分嘛，啊补助互啥物人？是补助互学校。啊，但是对遮即马伊选择伫外口，伊无入去学校读册啊，遐个自学的囡仔，伊着爱家己顾使呢。就是讲，若讲较歹听，伊就是因兜可能较好过啦。哦，伊着有法度。因囝要学啥就去学啥，嘿，啊，所以我是感觉咱来比照外国啊，什么意思？迄你爱甲迄伊若去自学，你应该甲迄经费补助伫伊的身躯顶啊，互伊用啊，因为伊都无来学校啊嘛。啊，既然你嫌老师歹，啊，你嫌东嫌西，啊，你要家己去自学，咱即摆会当有即个选择啊，啊，但是无资源啦，无补助伫伊的身躯顶啦。我是感觉。咱大头家董事长伊若真正有想要解决代志吼，坐落来参详，啊，甲迄立委坐落来参详，应该有好方法啦。这惊是惊吼，我若要做这行，会去摕到迄行；做这行会去摕到这行。比如讲，若是学校内面老师要做 KPI， 哇，但老师就大反弹咯，敢会安尼？我是觉得不会啦，这样新进的老师其实都还是会想要求自己。然后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有一个，我也想在这边讲，就是我觉得要留好的老师，跟现在想要找更多新的老师进来，其实是需要一个好的教育领导人。我们的校长是选上就不会再换下来，他是没有一个淘汰的机制。所以其实，在很多教育现场，包括代理教师，就像刚刚黄老师说的，他很常被职场霸凌。甚至会被不好的对待，而且他其实听了1次这样的新闻，听了2次的新闻，这个是我不同样的新闻就有3次的新闻，所以这样子其实就会让人家外面的就算是一个新的人，他不敢进来，所以我觉得是怎么样把这个文化做好。有影啦，做老师人吼，像阮爸爸妈妈迄个70年前的这个年代啊，行一抓菜市啊吼，满手拢是菜，啊甲鱼甲肉。哦，老师，大家拢做尊敬诶，即马吼大概是普啊啦吼，这来，咱张老师。我是无共的意见啊。是。我感觉推迄个教师分级制度，还非常的小心。嘿，为什么呢？你也是要分级，你头前一定有一个评鉴。啊，评鉴的话，咱就用即马大学的评鉴来看。其实即马大学的评鉴，大学教书的评鉴，伊嘛是很多的怨言哈。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直观的就是一定爱做很多的文件，就会流于形式。所以近前哈，曾经有一度教育部伫高中以下有推教师的评鉴，啥袂当？为什么？因为大家发现伊就变很容易流于形式。第二个是伊的评鉴的指标，到最后是老师给他做评鉴的指标。反而无真正把心用伫囡仔身。对，所以我感觉你要推这个制度，要真的非常的小心嘛，啊无伊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形式，就像咱即摆校事会议。本来校事会议是讲要处理掉迄不适任的老师，结果即摆变成是处理掉认真的老师，真正不适任的，其实伊袂有代志哦，因为啥物拢无做啊，伊啥物拢毋做，就啥物拢袂找着伊。所以推这种物件爱非常的小心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真个还是爱讲吼，政府真个对我这边是感觉吼，政府对阮老师、对阮公教人员是真个做无好。
我遮有一个数据哦，为100年到113年，这13档内底，咱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哦有43.04%，咱经济成长43.04%，咱的重要民生物资调涨哈，涨了26.63%。基本工资哦，咱基本工资调51%，51.56%。啊，毋过阮军公教调薪呢14%。啊，每年佫无爱调哈，啊无爱调原因是说，因为要分1万块，所以安尼无好，F 举债，拢只要要有钱的时阵袂受着阮，啊无爱调时，佫甲阮当作是借口，佫刻出来哈，所以这其实对阮来讲，对老师来讲，是一个足大的伤害。有遮尔侪，为什么遮尔侪少年也无爱未来？因为未来领死薪水嘛，薪水袂悬，然后阮是实质减薪。假愈长，其实你的薪水是实质愈低，然后代志永远拢无减少，愈来愈侪，所以想安尼哪有可能有人要未来？啊，感谢四位，我应该第2集